Hello，今日嚟到金山湖中心花園，我而家帶你嚟睇100萬嘅裝修究竟係點嘅？哇，174方嘅大單位啊，5房2衛，呢個配置夠晒實用，全屋南北通透，最正係個廳啊，45方嘅大空間，零舍好住，成100萬裝修就體現喺細節度。電視牆嘅大理石用咗2個，房間腳踩住嘅係過千蚊一方嘅實木地板，全屋定製櫥櫃10幾個，大間中央空調又10幾個，你睇連廚房都裝埋冷氣啊！至於個陽台啊，真係加分項啊，7.2米嘅闊落啊，有成11個方咁大，對正成個靚園林啊，望落去就係個泳池啦，呢個景真係唔錯。休息區4間房，南向2個，望園林嘅2個，其中南向2個面積啊都好闊落啊。跟住重點睇下主人房，總面積25平，淨係休息區就佔咗21平，景觀同樣係南向望園林同泳池嘅。對於呢套174方嘅單位，裝修真係各花入各眼啦，但現場感受到嘅品質啊，肯定比視頻更勝一籌。畢竟業主只係住咗1年啊。如果你最近正喺金生湖島內揾緊改善型嘅舒適單位，又中意呢種中式裝修，歡迎評論區話俾我知，我帶你嚟睇現房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